嚟到2026年，屬牛嘅朋友，馬年咧係害太歲，即係有小人可能喺從中作梗，暗中加害。但係值得慶幸嘅係，今年會有3大嘅吉星高照，呢啲吉星嘅力量令到害太歲所帶嚟嘅負面影響咧都會大大減弱。所以屬牛嘅朋友喺呢一年都係唔錯嘅，可以逢凶化吉。第一咧係紫微貴人星，呢個咧係助力貴人事業嘅大吉星嚟嘅，更加可以幫我哋遇險情長，萬事大吉。第二係龍吉貴人星，亦都係一粒好強而有力嘅吉星，可以好好咁樣提升我哋喺工作職場上面嘅人際關係。而適合事業發展同埋需要拓展人脈圈子嘅朋友，會令到你左右逢源。而單身嘅朋友亦都可以積極發展身邊對你有助力嘅異性關係，會係唔錯嘅選擇嚟嘅。另外仲有國印代表權力同埋說服力，對於我哋喺職場上面同埋家庭上面嘅地位提升都有好好嘅幫助。如果係做領導管理層嘅朋友呢，咁今年嘅工作會更加得心應手。同時馬年咧都會有4個凶星係要稍為注意一下。第一個係暴敗，會令到我哋咧容易財來財去，3間富5間窮，存唔到錢，所以有錢到袋咧就即刻可以去做一啲保本嘅理財，或者係將錢花喺自己嘅身上，例如去旅遊啊、買衫扮靚。如果有人問你借錢咧，就要識得拒絕啦。另外仲有天厄、六害、天煞，呢啲都係代表事情發展會有少少嘅阻滯。咁好彩我哋今年有紫微吉星高照，所以咧凡事都係好事多磨，基本上都可以逢凶化吉。整體嚟講，屬牛嘅朋友今年馬年咧都係穩步上升嘅一年，有問題都能夠迎刃而解。工作上面可能會有一啲口舌是非會影響到進度，但係你個威望提升咗，整體嘅事業發展結果咧都係向好嘅。同時要識得做好資產嘅管理，咁樣先至可以避免不必要嘅損失，咁樣先至可以穩中求勝，大吉大利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